花莲规模7.2的大地震发生了后，国土测绘中心比较地震前23点钟，甲地震后22点钟，发现中央附近伫花莲站土地是太悬45.1公分嘛稍微超过8公分，包括南澳、丰滨、高雄、甲埔里4个地区，嘛拢有真严重的影响。 太恐怖了！初三花莲地震了后，就一直有地震尾。台湾东部山区的土石不时会放落来，好住伫个山区的民众也是感觉心惊惊。不过国土测绘中心伫个地震了后，用画测测量，分析地震前后的45点钟，发现台湾有刷位的现象，北部刷1公分至4公分，西部刷1公分至6公分，那南部是1公分至2公分。这次来讲没有重叠这种现象所以基本上来讲影响不大。但是真正的最大的变动，我们认为是在海底，所以我们其实看不到。国土测绘中心表示，抓位刷上济是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，差22.2公分；关渡野关35.6公分；我近地震中心附近的花莲新城站大刷8.6公分；关渡野关26公分；花莲丰滨站3.4公分；野关2.2公分；花莲站大刷超过8公分；关渡野关45.1公分。这个刷位较明显的所在，包括南澳、丰滨、高雄、甲埔里4个所在，不过地表刷位，敢会引起其他地震或者是地震尾。像这样的地震发生，它对在东部就是花莲地区，它可能是会有一些地区，它可能会有应力的稍微增加，或者是就会用余震的方式来做调整。土木技术甲建筑专家指出，这个地表刷位袂影响建筑结构的安全，敢若会影响土木方面，亲像方位、寸桥等等数据走起，大一定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